林试所甲成大研究人员对2023年开始来测量，发现这台湾山的大树，也就是大安溪的倚天剑，是有84.1公尺遐尔高，这也是台湾上界大丛的树啊。林试所也邀请到澳洲的专家来甲伊翕相。 绕过不种的大安溪行无好行的山路，林试所甲新大研究人员今年3月18到25，搁一届去台湾上悬的树啊，84.1公尺悬的大安溪倚天剑。澳洲专家 Stephen Pierce 嘛伫内底，亲身来为台湾上悬的树啊翕相。We used to set the line from the cliff all the way over into the tree, so we can install the camera system that raises and lowers to take the photos. Stephen Pierce 伫澳洲的摄影团队 The Tree Project 去过纽西兰、澳洲的珍贵树啊，得到真侪奖，伫咧各大美术馆展出。即届虽然敢若伊一个人来台湾，也毋过伊强调甲台湾团队合作，用经验保持简单去完成。Very unique in the world that I come from. The conifer, it has this amazing tall trunk that just keeps going. 去世界各地找上悬的树啊记录，皮尔斯强调希望互大家更加爱树啊，因为真侪人的破坏是无知。而台湾的山林伫咧世界顶头是真特别，有信心7、8月公布大安溪倚天剑的相片时阵，成为台湾的骄傲。公视新闻综合报道。